着我，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使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。哎呦！对，今天是我在前面。今天是我在前面，中养恩平安，中养恩平安。你今天有乖乖吗？好，那做礼拜要不要乖乖？伊真这足大声呢，头前这支。系啊，吼，但我伫遮还会感觉足大声。喂喂，耶稣听你，中养恩，耶稣听你，中养恩，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。好，安尼会杀节。好，来开始来祈祷会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来开始咱今阴暗的祈祷会。咱来用诗歌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引带咱，互咱进入伊的同在。
咱进入主的同在，是为着要搁较深来认捌咱的主。每一条诗歌要带领咱进入，甲主搁较亲密。咱用咱的心来唱这诗歌。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带我到你的圣山，你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追寻，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，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。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带我到你的圣山，你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追寻，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，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。更深地爱你。我的心完全属你，全然属你，全然属你，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。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，一生爱你。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咱要追求，搁较认捌主，搁较深来经历咱的主。咱必须要有顺服谦卑的心。
若无顺服谦卑的心，咱无法度伫主的面头前领受着伊的疼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手脚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手脚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地祷告，帮助我更深地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手脚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地祷告，帮助我更深地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帮助我更多地祷告，帮助我更深地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帮助我更多地祷告，帮助我更深地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
咱下面要看的这个圣经节，是伫新约的时代非常重要的教示。迄个时阵，每一个耶稣的门徒，拢用安尼来甲信主的人讲，因讲：恁明明是基督的胚，咱基督徒拢是一张耶稣基督的胚，恁就是阮的胚写伫阮的心。这是使徒对迄个时阵的基督徒讲的。咱诚做基督的胚，是要互众人所知所读的。对着咱，因要来认捌上帝，认捌耶稣是因的救主。换一个话来讲，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诚做一张写着福音的批。若是安尼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诚做主所传的福音。但是，咱有安尼领受着无？请咱安静，搁甲这圣经节读一遍。求上帝晓悟你，互咱诚做伊的批，是要写互众人来认捌上帝。若是咱还阁无够业，恳求主赦免咱。恳求主的圣神帮助咱，互咱诚做一张向人介绍上帝批，互人明白，互人清楚，互人接受。听阮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你拣选阮，互阮诚做你的批，向世间人介绍你，互人明白你的福音，互人明白你的疼、公义甲权能。总是你拣选阮，阮实在真软正。阮常常照着阮的意思在活，阮无法度将即张批拍开，互人看。恳求主怜悯阮、造就阮、赦免阮，互阮诚做你所欢喜的批，互人认捌你的批。恳求主造就阮，互阮合你的心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
阴暗，主要邀请咱进入伊新的亲密的关系，请咱准备心来进入主甲咱亲密的关系内底。亲爱的主，我的心何等的渴慕你，我愿与你完全合而为一。求你带我进入与你新的亲密，赐给我从未经历的。哦，主，我深深渴慕你，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，带我进入新的亲密，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。释放即可灵火，点燃心中爱火，使
这信心领取，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，你恩典永无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你永远保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走于你的同行，放我在你的手心。我凭着信心领取，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凭着信心领取，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我能hold住，我相信你爱我永永不放弃，世界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能hold住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力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能hold住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力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礼会仔节，咱常常咧想，圣经记载足侪上帝话。每一礼拜，咱来做礼拜，牧师真认真用圣经的话，要互咱记牢。总是咱转去了，咱就袂记起即礼拜牧师讲啥物。但是伫圣经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，就是基督徒上根本的品格，追求良善，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。我相信，咱若要成做基督的批，咱必须要互人看到即四个品格。这四项的品格是基督徒上界基本的，嘛是上界重要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到18节，伫头前我甲伊简略，甲重要写出来。咱着爱追求良善，着爱常常欢喜，着爱祈祷无煞，着爱凡事感谢。这四个品格，咱爱甲伊背起来。追求良善，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。
咱若有这4个品格，咱的确会当甲咱的主耶稣建立真亲密的关系，会当为遐来领受足侪丰盛的应允，咱的人生一定会无共款。弟兄兄姐，今阴暗，甲这4个品格搁一遍复习，来带倒转去，每一日，该实现出来，咱的人生会无共款。请你目睭闭起，搁想一遍，这4个品格是啥物？你老交着倒一项？听我的主，我要感谢你。其实这4个品格，就是你4项上较重要的祝福。你要祝福阮，成做良善的人；你要保守阮的心，互阮得到欢喜；你互阮知，常常爱祈祷；你互阮知，每一项代志发生，拢爱用感谢来领受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你实在真疼阮，总是阮常常袂记的。伫阮受气的时，阮就袂记去着良善；伫阮甲别人比较的时，阮就袂记咧欢喜；伫阮熬操烦的时，阮就袂记咧祈祷；伫阮哀怨无满足的时，阮就袂晓感谢。伫今阴暗，阮要搁一遍立志，恳求主将追求良善、将常常欢喜、将祈祷无煞、将凡事感谢，这4个遐尼好的祝福，重新放伫阮的心中，互阮定根伫阮的心中，成做阮人生上好的帮站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，匍匐在你的荣光里。
咱要来用立志的心来唱这条诗歌。你爱是何等的
第一大祷，咱特别要来为着受祭啊来祈祷。咱兄弟受祭啊，家己伫安养院内底，伊真孤单，嘛渐渐已经袂记起足侪代志咧。总是伊还佫会记咧上帝，还佫会记咧伊是信耶稣的人。咱恳求主的疼来抱牢伊，这个真辛苦，一世人真艰苦经过的士大人，咱特别恳求主来抱伊，来照顾伊，来疼痛伊。听阮的主，我若想起着受祭啊，阮的心中充满着毋甘。总是主，你予伊真长的时间，伫这个世间，虽然早时着活辛苦、死实，后来经验足侪伊艰苦心的代志。总是伊渐渐袂记起，伊只有会记咧，伊是信主的人，伊即生在世日子是主引带伊经过，不管伊拄着什么款痛苦的代志，伊拢伫主的手中。主，你将一个真严硬、真勇敢的士大人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看见伊坚定的信仰。主，阮感谢你。阮阁一遍要来为着阮所疼的这个士大人祈祷，恳求主你抱伊，你安慰伊，你亲自甲伊讲话，互伊袂孤单，互伊袂艰苦。互伊伫主的内面享受着幸福甲快乐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第二个大祷，咱要为着教会事工，甲为着后礼拜开始的青少年主日学生活营来祈祷。咱恳求主引带，互咱所做的工会当互伊欢喜，会当互主荣耀。听阮的主，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阮无对外开放。总是阮，互家己的青少年主日学伫遮做信仰的造就。恳求主引带即阵细囝，互因享受伫主的疼的内面，去做因的根基，去做因的信仰。主，你也引带阮伫武汉肺炎这个期间，教会的事工虽然看起来咱亲像有真济无咧进行，总是阮知，主你的疼依然伫阮的中间，主你引带阮，阮阁一遍将德长教会放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带领甲引带。最后，咱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。咱恳求主怜悯咱，引带咱，互咱成做伊无见效的批，来为主传福音。咱每一个人开声，家己来祈祷。
成做基督无见效的批。感谢主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试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